是谁杀了灵儿？哎，姑娘，姑娘，你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！魏方宗，杨冬青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羡慕你。火影哥哥失去了记忆，但他只记得你的名字，冬青。你说什么？姐夫他什么都不记得了？火影哥哥，我敢说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了。可是你的心却早被他杨冬青给占得满满的，根本就容不下我。我真的不甘心。我不知道以前是不是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，可是我不怪你，要怪就只怪命运捉弄人。都别说了，赶快给他找大夫。这人生地不熟的，我们上哪儿找大夫啊？你们别为我白费心了，杨冬青，你不是一心想找杀父仇人吗？现在你动手吧。什么意思？你当初你爹受尽苦心折磨，他苦苦哀求红影哥哥帮他解脱，可是红影哥哥下不了手，所以我就……是你下的毒手，太可恨了！你杀人就杀人，你找什么理由你？算了，艾迪，他已经这个样子，也算是罪有应得。你说的对，我的确是罪有应得。我只是希望你别再错怪火影哥哥了。别再说了，我这就想办法救你。来不及了。来得及，我师父医术高明，我这就带你回折剑山庄找我师父去。师父，师父，您救救徒儿！出了什么事？别慌，慢慢说。我杀人了。什么？我警告过你，3个月之内不许用剑，你为何又行凶杀人呢？师父，徒儿知错了，徒儿不该违背师命。可今日之事，实属情非得已。师父，您救救我吧！您要不救我，我必死无疑啊！你起来说话。你到底所杀何人？师父，徒儿所杀的，正是当今9000岁魏忠贤魏公公的亲侄女。什么？你说清楚。今日我看到叶红影和一个女子出城，我便上去捉拿，没想到那个女子出手便是杀招，徒儿只好尽力格挡，没想到一不小心就把她给杀了。姓叶的狗贼跟我说，那个女子便是魏忠贤的亲侄女。师父，您救救徒儿吧！您要是不救我，我肯定性命不保啊！你糊涂！自古以来，杀人偿命是天公地道之事，何况那9000岁权倾天下，你杀了他的亲侄女，哎，只怕今后天下再也无你容身之处了。师父，现在普天之下，能救我的只有您了。只要您能拿出铁券救我一命，就算他是9000岁，拿我没有办法。师父，您救救我吧！这个，师父，师父，叶红影那个叛徒回来了。我求你们让我见见师父。叶红影，你这个欺师灭祖的畜生，闹够了没有？你再敢往前一步，休怪我不留情面！你们才是畜生呢！我姐夫都这么求你们了，你们还想干嘛？艾迪，不得无礼。各位，麻烦你们通报一声，我们确实有事相求。少啰嗦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都给我住手！师父，孽徒，你还敢回来？师父，徒儿回来是求您救命的，您赶快救救这位姑娘吧。这姑娘是谁？我不知道她是谁，我只听说她是9000岁的亲侄女儿。二师弟说她叫魏方宗。
方宗。师傅，赶紧救救他吧！战伯伯，您医术高明，求求您救救他吧。他伤得太重，别说再世华佗，就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他了。战伯伯，冬青求您再救救他吧。冬青，你叫我战伯伯，莫非你是？没错，家父正是杨莲，晚辈杨冬青拜见战伯伯。是杨莲的女儿。红颜哥哥，我好冷，可不可以抱紧我？你不会有事的，师傅，他流了很多血，我求您赶快救救他吧。战庄主，您别错怪了红颜哥哥。其实杀死你女儿的人，他是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真的知道谁是凶手？其实杀死张姑娘的人是谁？说。是。冬青，想你。冬青姑娘。冬青，这哪儿啊？你不要脸！小少爷，冬青呢？切！你做梦去吧！你做梦都不让我做完整了啊！干什么你这是？我困。快说，是谁杀了灵儿？哎，姑娘，姑娘，你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！大小姐，来人，把这里所有的人给我抓起来！是。李公公为什么乱抓人？我们大小姐死在这里，你还有什么可以狡辩的？如果9000岁知道他的亲侄女躺在你们折剑山庄这冷冰冰的地下，他会怎么想啊？这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人是我杀的，跟别人没有关系。要治罪，就治我一个人的吧。好，战天云的徒弟果然有气魄。来人，拿下！是。住手！怎么，你想犯上作乱？正所谓教不严，师之惰。姚北行凶犯案，是老夫疏于管教，请厉公公高抬贵手。高抬贵手？哼！请问谁有这个胆子？天元兄，不要为难非暖，妨碍我依法办事。慢，我已经说过了，姚北犯案的责任由老夫来担当。天元兄的意思是？大明律法，只要不是犯了叛国弑君之罪，其他诸恶，免死铁券皆可以保住其性命。天元兄，你真的想用免死铁券保住江瑶北的性命？你可要想清楚了，这可是你手上最后一面免死铁券了，你不觉得可惜吗？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，能收他为徒，我不能不管他的死活。折剑山庄最近出的事太多了，我不想再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。天元兄，你的遭遇我明白，心情我也十分理解。不过，天下的事情往往是事与愿违的。什么？来人，把反贼叶红影给我拿下！是。住手！怎么？战庄主不知道窝藏朝廷侵犯，那是死罪吗？
我曾当锦衣卫的指挥使，窝藏侵犯是死罪，我当然知道。那你还阻碍官府拿人？天元兄，先皇赐给你的3面免死铁券，你都已经交出来了。我看，你还能拿什么来保住这个反贼？你别忘了，我们有言在先，只要叶红影没有踏出山庄，你就不能捉拿他。难道你要食言？天元兄，食言在先的是叶红影，他不但私自离开了折剑山庄，还想离开东山县。我胡编乱造了吗？厉公，叶红影之前杀了小女灵儿，深仇大恨，希望厉公公念在我们曾经同朝为官的份上，给我一个为小女报仇的机会。